Hello，大家好，我係立法會議員何敬康。今日咧非常之榮幸咧，可以請到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嘅主席劉浩然先生，亦都係我一位非常要好嘅朋友。今日同我哋一齊討論下一啲社會上都經常性呢一排係討論嘅問題嘅。你好，大家好，何議員你好。咁我今日請得劉主席Gary 嚟咧，咁當然一定唔係講唱歌啦，亦都唔係講娛樂啦。我哋今日講啲咩？我哋都會講一啲關於貨運物流嘅一啲嘅而家嘅油價上面嘅問題啦。因為其實我諗呢方面嘅話咧，社會上面都好多討論㗎啦。所以今次亦都趁呢個機會嘅話咧，由何議員我哋都可以帶領呢個話題上邊，再同各位分享下。咁講開物流啦，其實物流都係香港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直以嚟一個經濟嘅一個引擎啦。咁同埋其實我哋中央賦予我哋香港嘅八大中心入邊咧，其實航運物流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嚟緊嘅15規劃咧，亦都佔有一個非常之重大嘅角色嘅，無論係海運啦、空運啦，同埋陸路運輸方面嘅。咁其實而家最近我哋睇到我哋中東嘅局勢都係非常之不穩啦，咁令到油價、燃油嘅價格咧係飆升啦。對於香港，你覺得我哋嘅整體嘅影響係咩咧？其實我之前咧都喺唔同嘅媒體上邊咧都去提及過呢個問題。咁我哋業界都係比較上去保守去估計嘅話咧，呢場嘅戰爭上邊嘅話咧，應該都唔會短期之內會一個結束。所以點解油價上邊嘅話咧，其實都會一個好大嘅波動。咁當然啦，油價係一定會升上去。咁而升上去之後嘅話咧，影響民生呢個係必定㗎啦。咁尤其喺我哋嘅唔同嘅行業上面咧，已經係出現咗個連鎖反應產生咗出嚟個影響，包括就係食物上邊啦，個運輸上邊嗰個價格上邊咧已經上升咗啦。咁其實呢個問題上邊，我哋好多嘅專家又或者好多嘅業內人士都表達過㗎啦。而我會喺我哋物流界嘅業界上邊咧，可能會講多少少。其實啱啱都喺航空公司上邊都有一個，尤其喺燃油附加費上邊咧，貨運燃油附加費上邊都有一個好大嘅調整上去。本身係由呢個嘅3.2一 kilo 1公斤嘅一個嘅燃油附加費咧，係大幅度去到12.9。咁其實咧呢個係對我哋業界上邊咧個成本營運係一個非常之個沉重嘅打擊。咁所以點解嘅話咧，我哋協會上邊都已經係發聲，係希望政府係關注翻成件事，希望將個油價上邊有一個嘅重新一個嘅機制，會唔會令到我哋嗰個燃油附加費有一個嘅穩定嘅一個嘅增長咧？唔好一下子將所有嘅成本轉嫁翻落嚟俾我哋嘅消費者度，令到我哋營運同埋所有嘅問題都係由我哋自己消費者去承擔。咁呢樣嘢對我哋唔係太公平。咁我都同意嘅。所以就特區政府亦都多番重申啦。咁我亦都非常之同意，其實香港嘅能源嘅供應咧係一定要長期處於一個穩定嘅狀態，因為若然唔係一個穩定嘅供應嘅話，其實香港喺好多唔同嘅領域方面咧都會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咁所以，但係喺呢一個價格方面咧，亦都相對係會影響到民生啦。其實我最近亦都就住呢一個議題，亦都相繼係有發聲啦。關注我諗即係喺私家車嘅方面啦，亦都係認為嗰個燃油價格方面咧，對於一啲相對係一啲私家車嘅油車嘅用家嚟計咧，個負擔非常之大嘅，亦都反映咗香港嘅油價咧，亦都比鄰近地區咧，亦都係相對係比較高嘅，亦都係有媒體咧係所認為係世一嘅，即係世界第一貴。咁所以咧，對於一啲有車嘅一啲用家咧，私家車方面咧，影響非常之大。咁但係其實一個汽油嘅用家嚟計咧，唔淨止係私家車嘅係嘛？即係其實商用車影響都非常之大。我都睇到呢幾日嘅報道咧，甚至乎講到係除咗我諗即係機票啦方面會有影響方面咧，其實對於陸路運輸嘅影響非常之大啦。例如甚至乎係會影響一啲連帶嘅一啲整體個產業鏈個生態啊，即係例如喺一啲唔同嘅貨品方面、一啲日用品方面，因為嗰個運輸嗰個成本係提高咧，令到我哋嘅其餘一啲可能表面上同燃油價格冇關係嘅一啲貨品咧，都會提升喎，係嘛？冇錯，我諗其實阿何議員都感覺到咧，因為其實之前有啲團體都講咗咧，即係有啲商家都講咗咧，
其實第一個好受影響嘅個物價咧就係廁紙啦。個廁紙已經本身嘅話咧喺短期之內咧就會加20%啦。呢個就係頭先阿何議員所講，好似唔係好關我哋今次呢個戰爭嘅問題，但係就正正就因為油價上邊嘅上升，令到我哋嘅本身嘅日用品上邊都有一個嘅好明顯嘅增長。咁頭先我都好贊同阿何議員你嘅所講法嘅，因為點解話咧？其實我哋可能集中喺空運啊，喺物流嘅世界上面嘅話咧，我哋集中喺空運或者海運對外嘅一啲嘅運輸上面會比較着重多少，但係其實喺陸運上邊嘅話咧，都係佔一個好大嘅比例。例如我哋啲貨物去經唔同嘅要去到碼頭啦，或者去到空運站咧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由去倉儲又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咧，都係要經過我哋嘅貨車、重型貨車或者係唔同類型嘅貨車，先可以去到啲地方，先可以進行一個交收。咁所以點解其實陸路運輸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物流供應鏈上邊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員。咁其實而家喺嗰個商用油嗰部分嘅話咧，其實好多嘅朋友咧，同埋好多嘅我哋嘅團體上面咧，都覺得已經係去到一個比較難承擔嘅一個嘅成本嘅問題。所以點解我哋都希望話，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會唔會政府都會係一個嘅除咗今次啱所講提及嘅飛機嘅燃油附加費之外嘅話咧，會唔會喺我哋嘅商用或者私用嘅一啲車輛上邊嘅一啲嘅汽油上邊都會有一個關注喺度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有一步政府有進一步嘅一個嘅行動，可以回應翻我哋嘅訴求。咁問題又提出咗啦，亦都大家睇到個問題就係話成本嘅上升，咁一直以嚟成本嘅效益啊等等咧，其實都影響香港整體嘅競爭力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大灣區嘅融合啦，主要都係講緊人流啦、物流啦、資金流啦等等。咁物流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比重。咁若然係個成本提高嘅話，甚至會影響服務質素。咁啊問題我哋提出咗啦，我哋要諗一個解決嘅方法。咁你認為喺呢一個層面方面，尤其是就住我諗最近嘅一啲燃油價格嘅提高啊等等，市場方面嘅反應等等，你覺得特區政府可以擔當一個咩角色？咁其實頭先何議員你都提及過啦，因為我哋嘅油價上面嘅話咧，其實真係世一嚟嘅。點解世一？係世界最昂貴嘅第一。咁其實我哋嘅鄰近嘅周邊嘅地區上邊嘅話咧，包括我哋國家啦，又包括其他嘅東南亞國家例如日本啊，其他地方嘅話咧，其實政府都係會抑壓嗰個油價上面嘅上升嘅。例如啱啱本身嗰個日本咧，亦都有一個公佈出嚟咧，就係佢哋都唔可以令到嗰個車輛汽油係無限量上升。咁其實我哋亦都可以提議香港政府，亦都可以借鑑其他我哋鄰近國家嘅一啲嘅措施，例如好似啱啱佢所講啦，國家或者係其他，我哋希望有一個嘅機制上邊唔好俾油公司無限量去放大或者超出佢哋一個嘅唔透明度高嘅一個計算方式，令到個油價係不斷咁上升。所以呢個我都可以覺得係一個可以作為一個借鑑嘅方法。講開透明度啦，咁啊其實我都有提及過嘅，亦都特區政府咧，亦都係作出咗回應啦，亦都非常之係好準確咁樣去説出問題嘅所在，就係油公司嘅公佈嘅資料咧係唔足夠嘅，即係作出唔同嘅市場嘅分析啊等等。咁你作為物流業嘅領袖啦、領導啦，咁你認為喺透明度方面啦，咁油公司需要提供啲乜嘢類型嘅營運資料，可以俾你作出一個真係相對客觀啲嘅分析，喺香港嘅所謂嘅營運呢個汽油嘅批發商又或者零售商方面嘅一啲競爭性啊或者營運資料咧？我會覺得咧，就其實油公司上邊嘅話咧，喺個煉油嗰個方程式上邊嘅話咧，即係計算方式上邊嘅話咧，其實我諗個透明度上邊唔係太足夠。如果係可以嘅話咧，亦都係想俾我哋嘅社區或者係我哋嘅民間上邊嘅話咧，係多啲嘅理解嘅話咧，我諗相信呢個其一係會幫助到個油價上邊嘅調整嗰個清楚度。另一方面嘅話咧，我諗相信其實喺我哋香港政府上邊啦，喺稅收上邊嘅話咧，其實喺油公司上面都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比例啦。
咁其實亦都可以提議，會唔會喺個非常時期上邊嘅話，喺個稅收上邊有少少嘅調整，令到油公司都可以有一個嘅合理嘅理由之下，去暫時去降低咗佢哋嘅油價先，令到我哋嘅社區或者民間上邊都一齊共度難關啦。咁呢一個都係我哋暫時性可以諗到嘅一啲嘅解決方法先。但係稅方面嘅空間相對係困難冇咁大嘅，因為其實98年到而家係未加過嘅。咁所以若然係你將一啲大家都會一啲理解嘅數據，例如通脹啊等等嘅作出一個調整嚟計咧，我覺得空間咧都唔係太大。咁同埋其實而家嗰個相對嗰個稅收咧嗰個份額咧，亦都唔係話相對太高嘅，比起我哋嘅零售價嚟計。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咧，個空間應該未必咁大。咁我覺得第二啲措施可能會係有效啲嘅。咁同埋就算稅收可能都係一個短期，就算係佢可能寬減2蚊咁假設咧，即係可能零售價由32蚊變成30蚊，仍然係好貴嘅。咁啊，以你嘅了解啦，其實喺坊間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即係除咗而家大家去睇到嘅零售價之外咧，亦都有啲俗稱所謂嘅車隊卡啊、啲折扣卡嘅物體，而佢哋嗰個減價嗰個折扣嘅空間都幾大嘅喎。其實背後嘅操作係點嘅？我相信咧，其實因為呢啲都係屬於個 corporate account 咧，即係其實每間油公司上邊或者都有一啲嘅好大批嘅商戶客咧，其實係作出嘅支持嘅。咁所以點解嘅話咧，頭先阿何議員都講到啦，其實油公司背後同我哋呢啲嘅商戶嘅客戶，尤其係商業車隊上邊嘅話咧，都有一個頗大嘅折扣，同我哋正式嘅市面油價上邊嘅話咧，起碼相差最高起碼有10蚊嘅距離嘅，呢個係好高嘅一個嘅差距。所以點解呢個除咗係增加佢哋嘅生意互動嘅生意額之外嘅話咧，其實亦都係製造咗一個嘅不公嘅效果咯，可以咁講。因為其實明白到其實近呢2-3年政府大力去推廣呢個嘅電動車嘅盛行啦，其實都已經得到佢一定嘅成效。亦都係睇到我哋市面上嘅油車其實真係近呢幾年係少咗嘅。咁明白嘅。油公司都要生存，同我哋嘅業界一樣，都係要生存。咁但係問題係話，如果佢長期都要維持一個咁高水平嘅一個嘅唔透明嘅收費之外嘅話咧，其實我暫時諗唔到有一個係對業界或者對社會上邊一個嘅好大嘅幫助。咁所以點解頭先何議員你都所講啦？咁其實呢個佢嘅油卡上邊嘅運作咧，其實啱啱就係處於就係佢哋嘅一個商業模式，其實呢個都係屬於一個唔透明嘅一個嘅機制入邊嘅。咁所以點解我哋都可以喺呢方面嘅話咧，我提議都可以方面着眼下，睇下點樣可以令到同油公司啊都有一個嘅共識，可以一個公平啲嘅機制之下，俾到我哋嘅一啲嘅社區唔同人士一齊去享用翻一個比較低啲嘅油價。咁我請教你啦。咁啊，而家有一個即係車隊卡啦，有啲油卡啦，你業界都會經常性用啦，甚至乎啲私人用家都會啦。咁其實究竟有幾多人係俾緊呢一個即係32蚊嘅零售價嘅咧？我諗都會有嘅，有一啲嘅。嗱，正常嘅商業車隊嘅話咧，一定係會用一個嘅佢哋嘅商戶嗰個油卡上邊嘅話咧，攞個折扣嘅。但係一般嘅私用車或者一啲比較小型嘅公司嘅話咧，其實佢哋嘅折扣都會用油卡，但係可能相對嚟講嘅話咧，個折扣或者嗰個優惠上面咧就唔會太大。咁所以其實可能係會比而家正價上邊咧都係可能平幾蚊啦咁樣。咁所以點解其實你話可以喺另一個角度嚟諗嘅，咁平幾蚊都好過冇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全世界入邊都係最高嘅油價嚟講，其實呢幾蚊都係比較上係象徵式係幫補下咁解嘅啫。咁其實真真正正我哋社區上邊係需要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合理或者係一個嘅適當嘅一個嘅油價，係俾翻，就算唔需要用呢啲咁嘅油卡嘅話咧，都可以令到消費者係覺得正常。咁我覺得先係好。咁你既然有一個油卡嘅制度啦，即係若然係多人用嘅，而我知道申請呢啲油卡嘅門檻咧，亦都唔係咁高嘅。咁即係代表可能係每一位嘅用戶咧，商用或者私人咧都可以去參與呢一個嘅油卡嘅折扣。咁你既然可以廣泛地
俾一個相對門檻低嘅一個申請油卡嘅制度，俾一個咁大嘅折頭，點解唔直接係即係將嗰個油價去降低，即係個個都俾呢個折扣咧？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兩個唔同嘅價錢咧？其實呢個都係大家可以去深思下一個問題，係點解會咁樣樣咧？咁背後嗰個油卡方面嘅操作嘅透明度可唔可以提高咧？咁希望其實嚟緊特區政府咧可以同油公司咧喺溝通上咧可以去加強啦。咁啊，希望將一啲營運嘅數據啊可以去提出啦。咁我自己亦都理解嗰個即係對於油公司嘅營運成本嘅問題嘅，即係可能譬如一啲係土地上面嘅一啲支出啊，又或者係佢哋個油站方面嘅一啲嘅營運嘅水平啊等等。咁啊，亦都係受到電動車嘅衝擊啦，佢哋嗰個相對嗰個利潤啦，佢嘅成本效益啦，一定係冇以前咁好嘅。咁但係其實亦都好難去所謂叫做即係去英文所謂叫 justify 啦，點解香港係會係即係世界第一嘅油價啦？因為若然係譬如同其他國家係我諗難啲比較，可能都會係遠啦。咁但係譬如我哋最鄰近嘅地區澳門啦，咁啊澳門其實同香港咧個相似嘅程度咧都係有嘅。咁啊第一咧就係大家都係好多嘅汽油咧都係由內地進口啦。咁啊相對嗰個我估嗰個批發價咧應該都唔會話有太大分別嘅，應該唔會太大分別嘅。咁你譬如買去香港行政特別行政區同埋澳門特別行政區，照計嗰個價錢應該唔會相差得太遠嘅。咁啊澳門嘅地亦都唔會多過香港嘅地啦。咁所以就非常贊成。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儲存方面啊，亦都相對同香港嘅限制都係有啦。咁啊嗰個土地成本啦，雖然都有少少距離，但係就即係唔係話一個咁大嘅分別咧。但係譬如香港同埋澳門嗰個價錢咧都相差一半嘅。咁所以咧希望即係喺呢一方面，我諗大家都係十萬個為什麼，又或者一個大問號咁。而家個資訊咁發達嘅一個年代啦，咁每一位嘅消費者，甚至乎我哋嘅物流業咧，都希望喺營運成本方面咧可以得以控制之餘咧，係喺有高透明度嘅情況底下，可以就大家嘅營運嘅模式啊等等，可以作出適量嘅調整啦。咁所以希望未來嗰個透明度係可以提高嘅。咁啊喺站在物流業方面啦，咁你覺得未來喺而家我哋咁艱難嘅環境，有啲咩可以做？其實我哋都係比較被動嘅，因為其實我哋其實物流界咧，今次呢個中東戰爭啦，其實都暫時嚟講，我哋做唔到啲乜嘢，因為其實好多嘅政策上邊我咧都係其實都係依賴唔同嘅政府啊，或者係一啲嘅政策上邊嘅配合嘅。咁所以其實不嬲我哋都係配合業界上面都係配合政策上面嘅運行咧，咁我哋先可以再下一步嘅一個嘅方向點樣做。咁所以點解今次我哋只可以預計到我哋嗰個戰爭如果係仲未有一個嘅完結之前嘅話咧，我哋可能都會覺得嗰個營運成本，包括運費啊，包括其他頭先所講嘅燃油附加費嘅話咧，都會未來嗰幾個月咧都會有一個大幅度嘅增加。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將成個嘅所有嘅成本，包括其他嘅社區上邊嘅成本，都係會增加。所以未來幾個月嘅話咧，都係會大家都會比較辛苦。咁啊，希望可以即係我會繼續就呢個議題，一定會係多啲發表意見啦。咁同埋希望亦都其實同特區政府都有相當程度嘅溝通嘅，同唔同嘅政策局都有。咁其實都有一個共識，就係希望可以提高透明度啦，令到大家嗰個經營環境會個透明度高啲，可以容易去將唔同嘅資源亦都有效咁樣去調配啦。咁所以呢段時間都係難搞嘅。贊成嘅，即係我都希望，即係其實呢段時間大家同步過冬啦，因為其實每個行業而家都係處於一個寒冬期間。咁其實每一個人都係想人人有書讀，人人有工做，安居樂業嘅。咁所以點解其實呢個願望看似簡單，其實好似喺一個時代上邊越嚟越困難。越嚟越困難，透明度唔係高啦。咁涉及透明度嘅問題啦。咁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啦，你對於950油嘅需求點睇？你作為一個商家，就係商業用嘅用家，
嘅代表啦，同埋私人嘅私家車用家嘅代表啦，你覺得若然有95油俾你入，你入唔入咧？如果喺業界角度嚟講嘅話咧，如果有一啲嘅高質素嘅油，但係價錢平，比其他嘅油係平好多嘅話咧，咁當然喺我哋嚟講，當然表示歡迎嘅。咁所以如果有油公司或者係其他嘅相關嘅團體引入呢一類嘅油嘅話咧，我哋都係覺得係對個市場上邊有利。